金管局聯同銀行公會、香港律師會以及地監局宣布，喺今個月28號起，將自預付物業交易支付安排擴展去到二手住宅買賣，雙方可以經銀行直接過數，賣方最快即日可以收到款項。物業買賣以往經律師處理，包括收款、暫存資金以及對數等。但係若果律師行出事，賣家需要承擔物業撻訂嘅風險。其實咧，自預付咧最大嘅優點咧，佢就係可以幫買家咧係將佢哋申請咗嘅銀行按揭貸款咧，直接喺成交日咧就過戶去賣家嘅銀行嗰度，咁就從而咧就唔需要去經律師樓咧去處理呢啲人手去處理一啲轉數啦。咁咧就亦都係因為咁樣咧就可以咧免除咗咧律師樓因為咧以往要處理呢啲咁嘅結算咧而產生嘅種種風險。早喺2022年，自預付已經推出。透過點對點銀行電子支付系統直接轉賬，但係當時主要用喺物業轉按交易，累計有超過1.5萬宗交易採用呢個安排。佢哋只限係二手嘅住宅市場啦，咁啊同埋佢哋嗰啲屋宇嘅車位啦。咁有一啲類別咧，佢哋係暫時係做唔到嘅，比如咧係一手物業啦、居屋、工商鋪，同埋呢一啲係有意外嘅物業。咁啊主要原因係因為呢啲物業嘅類型咧係嗰個成交細節咧係比較複雜，咁需要同啲唔同嘅持份者去再商討，咁所以暫時呢個階段佢哋都未推行住。莊錦輝又指，新安排只係涵蓋按揭貸款部分，首期以及訂金等仍然需要律師樓人手處理。先咧將你嘅細訂啦、大訂啦同埋首期嘅尾數咧，咁啊開始一啲本票交俾律師樓，咁嗰個本票咧就係寫翻賣家嘅名。如果係咁嘅話咧，就算中途嗰個交易途中咧，律師樓出現問題，佢哋嗰個戶口被凍結，咁你嗰個交易都唔會受影響，因為律師咧可以咧將你哋已經做好咗嘅本票咧直接交俾賣家，咁啊完成咗個交易，咁所以咧咁就變咗係萬無一失嘅。2020年底，黃鳳律師行被香港律師會接管並且即時結業，400幾個樓宇買賣客戶，超過1億嘅資金凍結，涉及物業交易尾數、訂金、銀行按揭以及印花稅等，最終需要經法律程序申請分批發還。